喺中山市坦洲鎮，一位來自澳門嘅農莊經營者，近日遭遇到村委會嘅不合理拆除要求，令人震驚。呢一事件唔單止侵害咗個人合法權益，亦都引發咗社會對地方管理同執法公正性嘅廣泛關注。琴日咧夜晚，我收到一個消息咧，就係嚟自於澳門嘅朋友，佢喺呢個坦洲遇到一啲嘅好大嘅問題。咁啊，今日咧馬上嚟到坦洲呢個地方。咁啊，黃 Sir 你好，係。咁啊，你琴晚揾到咁急咧，究竟發生咩事咧？嗱，我咧就港澳嘅澳門人，我哋成班澳門人，係在坦洲做一個農莊歸心園。哦，咁咧就坦洲政府咧就唔俾我哋去做，話我哋違建想拆我哋，有晒執照嘅，有晒衛生證嘅，我哋租約全部都有，租約我哋交咗1年租噶啦，每年交1次。但係個租約係到幾時咧？至到2009年年尾，仲有4年，咁我哋1年交次租。咁啊，錢就交咗俾佢啦。我嗰度咧就到明年5月份先夠期，佢哋個個都6月份嘅，我哋澳門人啊。咁咧，依家咧村委咧就唔俾我哋做，咁啊叫我哋關門。幾時開始唔俾你哋做？8月份開始到依家啦，3日2日咧就過嚟咧就連嗰啲咁嘅紙，就叫我哋停水停電啊，唔俾我哋做生意。咁樣啦。咁我哋咧澳門人咧就好困難喺呢度大灣區，就係咁樣。希望特首幫助我哋澳門人。我哋做生意真係好差。你之前喺呢個投資咗幾多咧？我哋而家投資每個人投資呢度180幾萬噶啦。係啊。我哋最犀利嘅，你就最犀利嘅30畝地，而家投資30畝地，差唔多成500萬噶啦。哦，係啊。呢個都投資20畝地，我嗰度差唔多200萬啦。係啊，依家個惡性已經惡性將我嗰啲水停咗，電纜全部幫我扯到爛晒。你睇下後面就係佢哋遷拆咗個地方啦，拆咗啦，已經係啦。就要真係要係重視去重視我哋呢個澳門事吓，澳門人上大陸投資就俾坦洲嗰個政府我哋上嚟冇晒錢啦，俾你晒啦。即係希望有關當局可以係做一個協調同埋去即係如果係有遷拆咧，有啲賠償啦，有啲賠償俾我哋澳門市民啊，或者香港嘅投資者過嚟大灣區投資即係要有個合法嘅維權啦，同埋保障啊嘛。冇錯，更加唔可以忽略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命令到我哋嗰啲工作人員都係60、70歲嘅，晚上冇電又跌親，真係你生命線嚟嘅，你乜嘢事都要。我哋個個都幾10歲啦嘛，你10時間拎我生命線斷咗，我唔使飲水唔使食飯，係咪攞唔得㗎？你真係要野蠻嘅行為。呢個法治社會你太野蠻啦，真係。坦洲真係太坦洲村喺嗰度，係啦，我哋有幾百人喺呢度係嘛？我哋為咗你坦洲政府做攞證照，依家就咁樣呢個生命線切斷咗，你要咁樣整我哋，真係得好無法無天嘅，無法無天嘅真係。真係嘅。我哋相信咧，即係我哋要同有關當局咁政府去提供一啲嘅申訴希望可以係盡快盡快幫我哋國外人士講我哋入嚟呢度做生意係好慘啊！冇問題。投資到差唔多加埋我哋差唔多幾個人，我哋5個人都差唔多成千幾萬落去㗎啦。係啊，好慘。而家經濟又差啦，經濟又差啦，我哋停咗8月份到依家唔俾我哋做生意全部唔俾我哋做依家㗎啦。我哋全副身家抌喺呢度㗎啦，我哋都唯有死喺呢度，真係冇辦法嘅，真係冇辦法嘅，真係嘅。哎呀，呢個真係好慘啊！希望澳門政府救救我哋澳門市民我哋幾個咁真係好慘，個個都係咪幾廿歲？佢話要強拆，我話老人家仲喺入邊住，冇辦法，擁到喺入邊㗎啦。佢話幾廿歲住我就入邊咯喎，真係太過分啦！我放心，坦洲政府好嘛，多謝晒。會係盡快咧去即係寫翻呢個申訴信啦、請願信啦，俾翻係政府佢可以出面咧去協調我哋，希望可以有一個嘅好個嘅解決啦。好啦，好啊，多謝晒，多謝晒。據了解，呢一位經營者於2023年11月獲得合法嘅營業執照，依託當地嘅自然環境同埋資源發展生態農業同埋旅遊業務，深受遊客喜愛。然而喺2025年，佢突然間接到村委會嘅通知，要求拆除農莊內經營建築，聲稱其用途同土地管理規定不符。呢一突如其來嘅霸王要求，使其面臨重大經濟損失，生計受到咗極大嘅威脅。
村委會嘅拆除要求。村委會嘅通知中並未清晰列明拆除嘅具體範圍，經營者被迫喺不確定嘅情況之下應對。佢反映村委會嘅行為明顯存在村霸現象，利用職權壓迫合法經營者，完全不顧其合法權益同埋經濟貢獻。喺清拆通知書裏面，2023年11月獲得合法經營執照，時隔1年幾後又要求清拆，呢一種事後追責行為令人難以接受，完全損害咗經營者嘅信任基礎。喺絕大多數情況下，要求喺短短3日之內進行清拆，通常被認為係唔合理嘅，尤其是針對合法經營嘅建築物。3位農莊經營者面臨村委會唔合理嘅拆除要求，涉及嘅損失金額高達900萬元。然而，村委會竟然喺短短3日內要求清拆，呢種做法顯然缺乏合理性同埋合法依據。呢次事件讓人深思地方管理究竟應該如何更好咁保護居民嘅合法權益，特別係喺經濟發展同埋鄉村復興嘅大背景底下。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對此事披予重視，合理解決，恢復經營者嘅合法權益，俾合法經營行為受到應有嘅保護。你們也不解釋就直接走了是嗎？我想知道你們在哪裡停了我的水雨電，這個我想知道，你們要告訴我，好不好？告訴什麼？你們在哪裡停我的水雨電？你哪裡接的？就找哪裡？你剛剛動了我們那裡，我問一下都不行嗎？你動了我們哪裡都不行啊？你從這裡接的，就停這裡啊。行，那我知道了。對呀，全部停止停電，我們怎麼生活？我們做了什麼違法的事情？到了今天這個局面是你們本來村委會你們領導班子，你有意見可以走法律程序。那你們的法律程序是什麼呢？我們違反了哪一條呢？你們潛水停電呢？你可以走法律程序。你們不是執法部門嗎？我想問。你要告哪裡都行，現在是你破壞了耕地。那你幾年前幹嘛去了？是誰租地出來的？走法律程序。啊，這麼多年沒有人跟我說沒有破壞了，你也可以走法律程序。來，大哥，你知道的，這裡本來就有的，我破壞了哪裡？你這句話要負責任的，這裡本來就有的，我破壞了哪裡？絕對負責任，你走法律程序就行了。我破壞了哪裡嘛？你們有沒有破壞？太霸道了，真的是，這麼無法無天的。停就停。